来消息来看，因为东北季风境外污染物嘛影响到台湾，环境部监测马祖甲云林早起捌出现空气品质红色提醒哦。如果刷来3天，中南部扩散的条件无好，嘛是感觉是敏感族群就要特别注意的空气品质。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水汽嘛增加，所以气象署是发布大雨特报，基隆、北海岸佮大台北山区局部会落大雨，下晡开始依然嘛会开始落大雨。大台北早起落冷磅雨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、东北部首先转凉。那水汽是集中伫这方面，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，提醒下昼起，宜兰地区也要注意局部大雨。这一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二、拜三起气温回升，一直到这礼拜六，锋面通过伴随大陆冷气团入南，会阁变天。锋面通过和冷空气不断递补下，变成了这个大陆冷气团的情况。周六的时候的降雨范围会是最大，就是在中部山区、北部东半部这个地方下雨的情况比较大。受东北季风带来境外污染物的影响，马祖地区出现红色空品，云林、麦仔寮、梨林透早也捌到红灯。环境部预测，随着南山雨，中部以北空品有希望渐渐改善，也毋过中南部受到扩散条件无好的影响，所落来3天，有缘会是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觉色空品。明天开始，这个东北季风就减弱，会变成偏东风，所以大概还是中南部的地方还是大概都会是橘色提醒等级。另外，后礼拜的天气，国外模式预测冷空气带来的低温会来到个位数的温度，民间有报公司认为，目前初步看来，强度有机会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。敢会达到寒流，也需要个观察，民众会当把握。这礼拜3到拜5回温的好天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